多谢免费来关心往来消息。台南的往来即马等咧大出，市长黄伟哲为了帮助这个农友来推销，特别呢带真济这农会代表甲青农到新北市邦桥农会推销台农16号甜蜜蜜的往来。一早起就将84栋往来卖了了。市长黄伟哲呢，除了感谢新北市民的支持，嘛强调讲会继续推广台南优质的农产品。 即马台南的往来开始到选季，进前市府当完成一会季外销日本的往来，总会知影有市长黄伟哲的带领，前往新北市的邦桥农会销山顶的往来，即摆准备84栋，伫咧下早就销到空，互市长黄伟哲受够欢喜的。今天可以说非常高兴哈，满载而归。 农民把最优质的凤梨给生产出来，然后消费者能够享受到最优质的凤梨。即摆销台南的往来，新北市市长侯友宜嘛亲身参加，用行动支持台南的农民。完全可以感受做田人的辛苦，做水果的人的辛苦。这个辛苦，咱会当讲斗3工，我们都不用客气。 即摆除了往来以外，现场嘛安排台南各区的农特产摆摊，透过这行销活动，互农民有钱通赚，同时嘛互消费者才安心。华视新闻看起来，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。